主后2022年12月11日，西教会主日礼拜，咱做伙来听读圣经，士师记11章28节到33节。毋过亚汶人的王毋肯听耶弗他派去的人对伊讲的话。上主的神临到耶弗他，伊就经过基列甲玛拿西的地区，倒来基列的米斯巴，搁对米斯巴去到亚汶人遐。耶弗他对上主下愿，讲：你若将亚汶人交伫我的手，我对亚汶人遐平安倒来的时，对阮兜的门出来迎接我的，无论啥人，我一定要甲伊献做烧化祭归上主。耶弗他去甲亚汶人交战，上主将因交伫伊的手，伊将亚汶人彻底拍败，对阿罗尼到米勒，直到阿伯基拉明，拢总攻取20座城，杀死真侪人。对安尼，亚汶人就受以色列人征服以上。士师耶弗他，士师记第10章尾仔的所在有讲到，以色列人拜真侪其他外族的神明偶像，大大得罪上帝。上帝就甲因交互亚汶人苦楚18冬。后来以色列人悔改离开偶像，重新敬拜上帝时，上帝就兴起耶弗他来做因的士师。今仔日咱要对士师记第11章看到11章的第7节，这是耶弗他的故事。耶弗他是基列人基列的囝，基列是一个地区的名，伫约旦河的东岸较晏北边。基列嘛是一个真普遍以色列人的人名。耶弗他的老爸基列大概也是当当时一个有名望、有权势、较有财力的人士。基列伊佮意着一个妓女，也佮伊生一个囝，甲号名叫做耶弗他。妓女是一种卑贱的头路，伫真侪民族、真侪时代拢共款，互人看轻排斥。耶弗他的老母嘛有可能是一个迦南宗教的庙妓。所以也有人推测耶弗他的老母可能是一个外邦人。所以耶弗他伊的出身毋若卑微，也有可能透染着外族，是无纯正的以色列人。因为安尼，耶弗他伊伫老爸死了后，去互伊老爸下某所生的囝赶出家门，也不准伊甲因来分家产。耶弗他不得不远走他乡，去到伫以色列境外的逃避地区，住伫遐后来也成做一个土匪头。后来因为以色列人要甲亚汶人作战，拄好欠一个元帅指挥官，基列的长老想着伊就不得去搬请伊倒转来做因的军事指挥官。咱来先来看这个分段。第一段，基列人爱耶弗他
转来做因的领袖，宰相的第19宰节。个人因为甲阿文人作战，欠一个军事指挥官，因搬请耶和他转来做因的领袖，通甲阿文人作战。这所在耶和他也勉勉强强答应，所以伫米斯巴的所在甲因立约，也结束流放的生活。第2段是宰相的12、19、27节。耶和他派使者甲阿文人的王成谈判。遮咱看到士师时代一场大型战争的过程，大起先透过双方的协商谈判，成立和平。假使谈判成功，双方就罢战，各自退让；谈判失败，搁兵锋相对，一决胜败。谈判的内容甲过程实在是真精彩。第一轮是耶和他派去的使者问阿文人讲：“阮甲恁无冤无仇无敌代，是安怎？阿文人要来侵占以色列人的土地？”阿文王应讲，这地区是自古以来因神圣不可分割的土地，所以因是要来收复古早的领土。第2轮的谈判，耶和他根据历史的事实指出，这片土地是以色列人贪赢阿摩利王西宏，才得到阿伦河到雅博河中间的土地，所以这片土地早就属于以色列人的。第3轮的谈判是讲，以色列人因已经伫这片土地徛起300冬，这中间阿文人嘛毋捌来过问，但因用武力来抢是真无合理的代志。总是阿文王听袂落去，毋接受，双方就准备要开战。第3段是宰相29、19、33节，这是耶和他的下愿，甲拍败阿文人。耶和他伫要甲阿文人对战以前，伊有下一个但愿，就是伊若拍赢阿文人，搁平安通倒转来，伊要甲对因兜出来头一个迎接伊的人献做烧化祭互上主。结果这个嘛诚侪日后伊甲伊的家庭上大的悲剧。耶和他甲阿文人的战争过程，圣经只有干那记2节。伫遮讲到着耶和他伫上帝的帮助下面，伊彻底拍败阿文人，搁制服阿文人。第4段是伫宰相的34节到40节，遮讲到耶和他孤生的查某囝受献做烧化祭。耶和他拍败阿文人以后，倒转来到伫米斯巴家己的厝。迄时，伊孤生的查某囝出来举玲珑鼓跳舞欢喜来迎接伊。伊毋知影伊的老爸有下愿的代志，耶和他也无拍算上大声对因兜出来迎接伊的人是伊孤生的查某囝，因为照摩西的律法，一个查甫人若下愿是袂当反悔，所以伊不得不着艰苦心行愿。伊的查某囝也愿意成全老爸的心愿，
总是请求伊诶老爸，互伊有2个月时间，通为着家己无嫁翁，抑是在息女来哀哭。伊诶老爸允意，后来也将伊献做烧化祭，成做永远诶遗憾甲悲剧。第五段是犹他甲以法莲人诶内战，12章第10到第7节。咱伫士师记看到以法莲人真爱做阿哥，真爱做以色列人诶老大，总是因敢若想要唱功毋出力，就好亲像之前有读过基甸诶故事共款。以法莲人也是绝情，佮爱民主。迄阵基甸无爱甲因计较，佮甲民主拢做互因真满意。当即粒当犹他拍败亚扪人，以法莲人也来要抢功，毋过因甲犹他呛声下马威。总是即回犹他并无落软，伊毋但用喙甲因讲理，而且也用拳头尾甲因拍输赢。双方发生真激烈诶内战，结果以法莲人惨输，当伊要走转去约旦河西岸诶时阵，伫渡口无拍算有42000人去互基甸人掠着，拢刣死，输甲惨歪歪，真歹看。当咱通对士师记诶11章到12章第6节，咱通学习到什么？第一，英雄毋惊新世界。伫人类诶社会，常常发生强诶欺负弱诶，强势欺负弱势。用现代话讲，就是讲霸凌诶现象。发生伫犹他诶身上，就是典型诶例。犹他因为伊是妓女所生诶囝，所以自细汉就互人看袂起。伊互共爸故母诶兄弟排斥，毋但毋承认伊是因诶兄弟，无爱甲伊往来有交叉，甚至也不准伊认祖归宗，继承老爸诶遗产。当中诶几个人嘛看伊无，甲伊踢笑，甲伊赶走。犹他伫即种环境大汉，受人欺负霸凌，只好远离故乡，避居伫倒拉，离开以色列诶境内。后来有一阵匪徒陆续来挖伊，伊就成做因诶土匪头。用咱今日诶话讲，就是黑社会帮派诶老大。到底伊有做甚物歹代志啊无？圣经并无讲。毋过咱知后来伫大卫走路互扫罗王追杀诶期间，伊也捌甲士师犹他共款，成做一阵亡命之徒诶首领。总是大卫甲这人训练成做精兵勇士，游击队义勇军。犹他诶即个投靠者，大概也是互伊收编成做一支武装部队。后来伫以色列要甲亚扪人交战诶时，因为因欠一个指挥官来就来找犹他转去做因诶领袖。迄时犹他若像严家变凤凰，受重视重用，也受尊敬，成做一个士师。犹他也不负众望，领导
几个人来拍败阿文人，结束阿文人18冬的外患扰乱。咱对犹他下个看见，犹他伊出身低微，伊互家族社会民族歹款待，对伊无公平也无公义，集体欺压伊。毋过犹他并无因为安尼，也就对因不仁不义，反倒转愿意放下冤仇成见，帮助以色列人甲阿文人伫争战的中间做生死斗。犹他也倚靠上帝，取得最后完全的胜利。伫最近世界杯的脚球比赛咧进行中，嘛有一寡真精彩的比赛的代志发生。原先世界真强的国家的遮个球队甲明星的球员，竟然互遐个人无看好的球队拍败，这互人感觉真意外。相款犹他也可比是野鸡仔队拍败明星队，所以人爱有志气，也着爱有勇敢甲活气，爱信靠上帝，甲即个劣势变成做是优势。伫逆境中犹原会当逆转翻转卑贱的性命，诚做是荣光甲尊贵。第二，偏差的信仰造成难解的悲剧。犹他人生最大的遗憾，并毋是伊的出身是妓女的囝，是伊亲手杀害家己孤生女，也毁掉伊查某囝幸福的美梦。原底犹他好不容易会当结婚组织家庭，也有伊所疼的某囝。而且伊敢生即个孤生女，伊的查某囝甲伊的感情也相当的好。无伊个庆祝凯旋、欢喜快乐的舞，煞变成做是献祭牺牲死亡的前奏舞。这拍碎犹他一家团圆天伦美梦，也拍断少女梦想着伊日后会当嫁翁生囝婚姻梦。因为犹他甲阿文人交战的是游戏一个动员，就是若拍赢阿文人，要将对因斗出来头一个来压制伊的人，无论是啥物人，拢甲伊献做烧化祭互上主。结果头一个等到的，竟然是伊家己所疼的孤生女，而且也无法度反悔悔愿，所以欢喜变成哀伤，胜利变成悲剧。也有圣经学者主张，摩西律法禁止献活人做祭。所以犹他并无可能杀家己的查某囝做活人祭，只是爱伊忠心无嫁，保持在修女的身份。算是对圣经的翻译是烧化祭。后来犹他也照伊所下的愿对待查某囝，只是圣经也记载讲，犹他的查某囝伊拢无结婚，所以伫圣经的解说上就有可能会有，也是无两种的可能性。其实咱若是对即个故事来看，比较较有可能性是犹他落尾是甲家己的孤生查某囝献做烧化祭。若照安尼的理解甲解说，咱通看到士师时代以色列人
的社会，因妖法宗教已经严重甲人宗教化，甲咱宗教迄款献活人做祭的宗教思想甲祭典转移来信靠上帝的即个妖法宗教来相结合，结果信仰偏差的结果就变成做是火车失控、落马失事的惨剧，而且这是发生伫事主的家庭，伫事主的身上也诚侪犹他永远的疼，是一个负面的尴尬的教材。对遮嘛，互咱看到一个真大搁真要紧的提醒。咱的信仰需要认真追求，咱爱有正确的认捌、了解，知影什么是上帝的宣传搁好的旨意，毋通互世俗也是迷信、异端、异教甲咱牵咧行，直到咱信仰行伫偏差的歪路，就失了真正的平安、喜乐甲愿望。也因为对道理无明，结果落入伫摇他类似的陷阱，这就真悲哀，也真毋值。上帝明明禁止伊的子民用活人献祭，所是摇他掠做伊所希愿，的确着爱遵守，才会当得到上帝欢喜。这实在是大错特错。第三，骄傲强迫，自惹祸端。记个人大部分是当马拉西之族的人，马拉西甲以法莲人拢是约瑟的子孙，是亲手足的关系。雅各伫咧祝福约瑟的囝的时阵，讲以色列人要用恁甲人祝福讲，愿上帝互你亲像以法莲甲马拉西共款。创世纪48章20节。以法莲甲马拉西也果然成做上帝大大祝福的两个支族，而且伫因分配土地中间所得到的产业是甘地上介肥、上介水、上介好的土地。毋过咱伫士师记12章，咱看见记个人就是即个当马拉西的人甲以法莲人竟然发生内战，互相相杀。伫记个人甲阿文人战争的中间，到底阿文人死偌济，并无写，总是以法莲人去互记个人杀死的，竟然就有42000个人，所以对规个民族，也是对伫即个以法莲人来讲，是真大怨气的损伤。这是真大的悲哀，也是一个悲剧。代志的起因是以法莲人带大军来到基列人的地，而且因并毋是为着要支援犹他拍阿文人，反倒当时代者耀武扬威，呛声要杀犹他，放火烧伊甲伊的厝。因为这个讲法就引起基列人大大的不满甲愤慨。另外，以法莲人也真骄傲，笑讲基列人只不过是因的道兵是术仔，所以基列人伫即种深仇旧怨，就爆发冲突，冤家相杀。对这嘛，讲到士师时代以法
以色列社会的混乱，这是黑暗史。圣经无论旧约也是新约，拢教咱着爱谦卑，毋通骄傲。这也是一般的人情义理，欠受益，满招损。以法莲人会骄傲，下场凄惨，也成做血泪斑斑的活例，这真可悲，也真可叹。该知黑暗暝的尽头，就是天曝光的时要到。事出摇他的时代，成做一面镜，嘛是一拍要花毋成花、微细的灯火，等待真正的天光。愿主的阳光也充满伫咱黑暗的世间，带予咱出黑暗入光明，伫伊新天新地新世界。咱做伙来祈祷。主啊，爸爸上帝，阮咧读犹太的故事的中间，阮嘛看见虽然伫这无公义、无公平的社会，有时阵强欺辱会拄着遮个霸凌的代志，毋过你也爱阮保持纯洁的心，来仰望你的救赎，互阮也会当对卑贱诚做是主你尊荣的器躯，互阮的人生也会当逆转，诚做阳光。主阮嘛透过伫犹太的故事，也得到即个警醒，就是阮的信仰爱追求真正认捌上帝、遵行上帝的道理，毋是照阮家己的意思甲所爱，嘛毋是对着世俗遮个观念来行来做，互阮无陷入伫即个犹太的悲剧内面。求主你也看顾帮赞，互阮也会当真正学习谦卑，互阮甲即个世界也拢会当彼此和睦来徛起。阮伫你面前献上感恩祈祷，靠耶稣的名，阿们。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代代无煞。阿们。